拄啊吼，阮兜好一个有讲，伊有点仔忝啊，要出去看看踅踅个，但是拢无转来呢。你敢有看到伊哈？大家敢有看到？人伫对呢。我想讲，伊要上班啦，但是拢无转来，是通告费是爱互我，是毋是？我伫遮。到了。浩哥哥，你说你哦？你爬个悬到创啊？等者，你那边啊？嘿。帅气！但是你拄则问我啥物？你爬较悬，爬遮悬到创啊？我咧做超人哦！你做超人？你啊，买在游泳你看，帅在游泳。转来啊啦！转来啊啦！帅气！帅气！要帅气是不是？老师，因为讲较大声，我要帅气登场啊！帅气登场！嘿 ，music。你是不是有一点仔困难？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老师！哎呀！等下，哥哥啊！老师你等下，等。我不可能任务，你搞用马里奥兄弟，你先喊嘛吧？我难得帅气登场了。老师，你拄啊爬较悬，人生的 view 敢有无？规个足好诶，规个足好。啊，2粒电火我嘛烧好啊，拄只，你讲迄2粒我拢烧好啊。真赞！帅气登场，帅气登场嘞，飞高高呢。今仔日吼，就是这个主题。这主题。但是哦，伊是啥？你是新的主持人？我唔是啦，我是今仔日要导览的导览先生。导览先生。对。哦，安尼哦。看起来是就少年，但是拄啊有帮你帮我确保啦。呢。嘿。啊，你导览先生，一般拢是迄个领队先出来啊。对。嘿。所以我来欢迎我的领队瑞夫。哦，瑞夫。是安尼。很过来。今仔无得赶快。我欢迎瑞夫。今仔瑞夫哪有鲁夫咧？今仔会跟他伤过紧张嘞。下摆，我原本想讲哦，迄头脑找无浩哥，我就要跳出来啊！想讲今仔会使换遮主持。什么？你好好讲。唔是安尼啦，既然浩哥已经来啊，我今仔嘛继续做咱的领队啦。你传好啊未？好啊。做领队就一定来甲赞声一下。来哦，无手就无脚。无手就世界就海了了，若是想要去树顶看这个世界，看这个地球，就要安怎咧？对阮走，水啦！这会使动来吧？会使。来咱边坐咱边好，我是对上面。今仔日的主题到底是啥？到底是啥吼？到底是啥？无因开半步，唔知咱今仔到底要创啥？我就感觉我伫平地就无聊呢。是要拍电影吗？好莱坞的电影？到底是要做啥？要创啥？今仔日阮来介绍台北的行道树。介绍台北的台湾的行道树。台湾的树啊，就对。树啊，这无树啦。等，先互我甲安全帽。我是喺地安全帽。舍不得呢。所以拄则吼，其实吼是咱今仔导览先生，伊甲我教讲安怎去的。伊平常时就拢咧做这个代志，对无？对。你平常时咧做啥？甲大家介绍者。我平常时咧做树啊修剪，甲树啊雕渣，啊，佮有咧刷树啊。刷树啊？对。嘿。刷树啊是啥意思？就是阮要甲树啊从 A 点，搬去 B 点这样子。树啊，要换所在吼，对找伊啦。对。啊，虽然讲伊讲了简单，但是我甲恁讲一下，有听过一句话叫“英雄出少年”无？是。我毋是咧讲咱家己啦，我是讲伊啦。伊偌少年？伊今年31岁。对。但是伊伫25岁的时阵，是，就考到2个执照，最厉害哦。什么？叫啥你知无？树艺师。树艺师。啊，还有攀树师。爬树啊。爬树啊。攀树师。对。就是我拄则安尼爬起嚟安尼。对。哦，迄平常就是我遐装备，就是咧攀树咧用的。对，我平常做工课时阵，迄就是基本的。哦，是一种专业。专业哦，尤其是最难的哦。规个台湾啊，要有这2个执照的人，几个人你知无？互你要。
4.5万的。无啦，哦，拜托诶，无遐济啦，无济，少一组啊，差不多6、7个尔啦。这摆考哦，这2张照，才6、7个尔。对。哎，你无较晓摆者，这就难的呢。对啊。你咧加秘书，攀树书这条加树艺书，攀树书就是爬树啊。对。啊，树艺书是要创啊？因为手袂讲话，啊，就是我爱替树仔讲话。对。是迄种冥想沟通啊？不是，手摸咧就有感觉啦。就是业主啊，今仔日要收树啊，还是这树啊要锯掉。啊，有的时阵其实树啊免锯掉，其实修剪就好啊。所以我会符合业主的需要，啊，搁爱对树啊好。对。所以一般的人，咱想讲，这张树啊，要甲修剪甲安那，我就甲剪了。其实你剪的拢是树啊，伊的手、伊的骹，还是伊的耳啊。所以你要剪的时候，医生甲伊讲，我即摆只是帮你修头毛，安尼的感觉。对。是安尼。对。所以树啊，捌甲你讲话无？袂，但是我会甲树啊讲话。这太趣味，念咪好啊，甲访问者。好。啊，这爬树啊去哩，了后咱要创啥？咱要创啥？我唔知呢。第2位组。听鸟啊，听鸟啊。听鸟啊，OK 好。咱来邀请第2位导览先生叶领队来带咱来听鸟啊，欢迎阿苏熊哥。熊哥。然后你溜白啊？是。哎，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就是李丢伯阿雄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就是导览先生，咱遮的好朋友。不管是讲到食的啦、洗菜市啊啦、买物件，还是亲像今日要来看鸟啊，拢是我的范围啦。啊，为什么安怎讲呢？我除了食物件以外，我嘛足观察生活当中出现的物件。我有一遍咧发现讲，哎哟，阮公仔内底吼有一种鸟会徛遐半暝就徛咧哦，徛到天光拢袂叮当哦。什么徛咧？徛喺公仔内底一只，嘿，乌色噗噗的鸟啊，叫做夜鹭啦。白鹭鸶的鹭，有人叫伊暗光鸟，拢袂叮当。啊，久久啊，这呢，叮当一下。慢呢？从迄个时阵开始，我发现哦，其实鸟啊，伫咱生活当中吼，有无共款的形体，无共款的名，无共款的大小，而且连飞啊叫声拢无共款。从迄个时阵开始，我会看鸟啊，甚至吼，我搁会，譬如讲心情足压杂的时阵，我会骑乌托摆载阮某去迄个。斜岛吼，上尾溜啊遐吼是淡水河甲基隆河相交接的所在。当日头要落山的夕阳咧倒手边，啊，你正手边就是规片的红树林，白灵丝吼规阵出去，规阵转来鸟仔树，看起来很壮观，而且吼佫足疗愈的。所以我是一个赏鸟的先生。啊，今仔日头拄因有讲到啥物？无树啊，就无鸟啊，我感觉伊是讲颠倒摆啦。无鸟啊去放遐经济，免哪有树啊头要看，是不是？嘿，有咧讲强哦。刷落来要介绍的这位吼，伊本身就住喺迄个赏鸟天堂干道。伊少年的时阵是一个做工的人，但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时阵，拄到鸟啊，伊发现鸟啊足水的，为着鸟啊，伊改婚。伊改酒，改应酬，啊！伊即马吼虽然70岁啊，但是伊依然是咱干道最全能的鸟类解说员。哎呦，嘿，欢迎咱的仔哥出场啊！那遮多水啦！来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哦，仔哥来，咱对咱的险影机吼介绍一下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就是爱看鸟啊，这个仔哥就是我。是，啊，我甲仔哥嘛有2句口号，好，来个听一下。好来哦，鸟啊飞悬悬，人啊中状元，鸟啊飞加加，人啊快做飞。哎呀，赞啊！快做飞啊！来，真正啦！我今日徛伤久，因为有人开场舞足久的啦。我点咩？我到即摆这还袂讲啦，我伫摕掉咧，你怎讲舞足久啦？讲你无早出来讲。再过去外看，足高水啊呢！有升这个米粒佛，最米粒佛，啊嘛有升哆啦 A 梦。哆啦 A 梦是无啦，还有土地公啦。土地公对啦，大家拢想讲我是干到土地公啦。真正有升呢。啊是安怎讲吼？你会安尼遮介意鸟啊？哈，你欣赏伊啥物啊？这是讲，嘛是一个真
忽然间的机会啦，是讲我以前嘛在少年的时阵，就是甲咱共款，拢爱应酬四会做事啥的四会，但是因为有一摆我行去干道迄报花，吼干道迄提防嘛吼，啊看有人举一个望眼镜，伫遐咧看，我咧甲问讲，啊你是咧看啥？我迄个启宏老师就讲，来，我透过迄个望远镜，一个看讲，头一个看到就是讲即只产龟啊，产龟就是咱中国的红冠水鸡，哦，第二眼看到一只叫彩玉，嘛相款产龟啊一种，刷到伊个刷一位沟仔边，一只是啥物你知？钓鱼翁。钓鱼翁是啥？翠鸟叫做鱼狗。哦，鱼狗。嚯，这只开始有水。这只吗？这只吗？这只是无？哇！啊，对，超这只。迄阵啊，咱用目睭看无看，但是用望远镜就看到，哪会遮尔水？哇！调掉啊！我怎调的？30年袂无走，无走，8年。我已经看32年啊。而且你看鸟啊，鸟怎你咧甲看呢？你看啥？你是咧看啥？啊，你甲知影哦？鸟你引导诶，鸟还有分公母哦，你知影只公还是只母？一定是这只敢若公的咧。应该是母的哦。这只查某囡仔爱水，伊下后我喙，我胭脂的。哎呦，所以讲无，伊下臀是红的，所以这只就是母的。但是我自细汉听讲，因为公的爱求偶，爱较水。但是咱台湾内底嘛有几多种鸟啊，是公的较歹，母的较水。彩玉吼，这款的这种叫做尖庄啊，这只吼。公的较歹，母的较水。哦，啊，伊就无共啊哦，咱公的就较艰苦，伊就爱去带，就爱去捕卵，就爱去带鸟仔囝。啊，母的装水，佮甲白的，这个做彩玉哦，对哦，真啊，趣味呢。鸟啊白哦，才个安尼，目睭金规个拢金起来，本来拢。你啊，我若要甲你讲迄3米3你拢无。3米3去咯。啊，我有听制作单位讲哦，讲当初是你还未看到鸟的时阵，你敢若是一个龙主吼。这毋是讲龙主，毋是龙主哦，啊龙榴莲。因为咱查甫你做事的人嘛，啊查甫的拢会嘛，拍牌。啉酒食薰拢会嘛，算讲较无好的习惯。啊，阮某嘛定来为了这加点大细声，但是因为看鸟了后，慢慢，因为即阵看鸟的人，坦白讲，因的素质拢有较悬一丝丝啦。教授较老师哦，占足多。看鸟看到该薰该烧酒，佮该拍麻将，佮该拍麻将，伊较早博鸟去用掠去呢。去用掠，真正去用掠去啊，关派出所呢。哎呀，唔通佮讲啊！莫讲啊！会啊，知个因某啊，知说啊，看到鸟，拢讲谢谢。因某弟弟有来吗？有来。有来哦。来啦！伊无讲介迄款的，无免客气啊！你安尼我就要来甲你掠。哦，好声鼓励一个。哇！啊是安尼啦，恁翁吼，迄时阵吼，是毋是足兴博鸟？博鸟啦，嘿，对啦，食薰啦，博鸟搁食薰，嘿，啊博鸟搁去用掠的，搁掠去关，关，这唔好讲，你讲，你搁比出来，这是比数，你搁比啊？关偌久？3工。哎呦，3工来博鸟掠，去用掠，甲关3工是安那？伊就去交警个博。哦，好啦，迄是违禁的啦，违禁。哎呦，伊讲你交警博啊，举2支猪脚转来滚是啥意思？迄伊讲爱讲起来，该混啊！哦，迄是少年的代志啦，少年的代志。无要紧，我豆豆甲问啊，即摆还未着甲你的。啊，到尾啊，伊因为爱着看鸟啊，规个人拢改变。对。你感觉安那？好啊。好，真好，即摆真好。啊，你有带伊去看无？我有去看，我看啊，我知影这鸟啊，我无啥不熟啦。我写过来就。伊拢讲，即只我看过，但是名伊拢袂记。拢袂记你啦。他记袂起来。哇，你看你啦，正讲诶，你改变你都欢喜啊啦。咱坦白讲，你啊，我改变到是有够济啦，真侪人看到我讲，哦，啊你甲以前较无共，甚至甲真侪我，迄个以前包括互我介绍过，伊讲。
老师，你以前甲即阵迄个型完全无共。无共。坦白讲，相由心生。对。阮这边教练级的，因爱认输啊啦。无咧认输诶，拜托，英雄出少年。你甲大家讲诶，你爬树上悬爬偌悬？我上悬爬过70几公尺，伊伫咧车兰的台湾三姐妹三姊妹啊，嘿，伊伫咧是卢凯族的，伊有一个足水的名，伊叫做弄着月娘的树啊。弄着月娘的树啊，介悬就对啊啦。悬甲弄着月娘。70几是张树啊吗？就这是阮伫咧阿里山的，阿里山被神木的。对。你人就安尼一个呢？重点是讲哦，你是靠这绳安尼倒爬起的。就拄仔你爬迄。但是一开始是谁甲绳啊吊咧顶悬？头一个爬是啥？阮会摕迄个弹弓，足大支的弹弓。用大的。还用大的。这条真正真无简单。我拢唔捌想过有一种专业呢。背球啊，修理，没什么人知道。安尼今仔你好好啊，带大家来背球啊，来看树顶的风景，好啊，好不好？欢迎小黑，欢迎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吴炳轩，嘛会使叫我欧 A。这几年，大家对树仔意识愈来愈悬，有人会去找秘境啊，新修落羽松秘境，嘛有人会去找看足侪花的所在，新修阿伯勒啊，还是枫林木，但是迄个拢是外来景。今仔日我要介绍是台湾的原生种的树仔。本土。即摆我要介绍的第一种是流苏树，嘿，流苏树那会叫流苏树，因为伊的开花的时阵啊，伊的花就像三个流苏，对，所以叫流苏树。就是即摆即个模样。对，这白色的是伊的花，流苏，对，流苏，对。即阵上开。伊拄仔发出来的树叶啊，嘛会使当做茶来泡。对，所以嘛有人叫伊茶叶树。对，伊的花是白色的，只安尼。远看的时阵啊，敢若有雪伫咧树仔顶悬。对，所以嘛有人叫伊雪之花。雪之花。对，过来这丛是伫咧228公园内底，嘿，这丛叫流苏王。对，伊的年岁超过50几年，但是这种树啊，要生甲遮大，佮生甲遮老，其实无简单。所以你嘛是有经过的时阵，嘛会使去看卖这丛。对，那过来伫咧内湖碧湖公园遐嘛有几排的流苏树，伊开花的时阵啊，真正足水，足侪人会来遮拍卡翕相嘛。但是伊的花期啊足短，差不多咧3到4月的时阵，所以嘛有人叫吉野樱叫做3月雪，嘿，叫油桐叫做5月雪，对，叫流苏就叫做4月雪，对，遐有树叶啊，会使先提看卖。什么树叶？当然咯，就什么？即摆你要讲的是都是行啊？对，樟树，我解说一下，因为我传伤侪项啊，我甲伊配合好好。你讲知这是啥？树叶啊，我唔知。你对个工厂就来啊啦。来，这就叫橡仔树。过来讲橡仔树对不？对，橡仔树，对。哪迄个？今摆要讲橡仔树。会使先你好运啦，会使先皮看卖伊的树叶啊，来，干乱的，乱的，对，樟脑味道，这是樟脑味，樟脑味啦，对啊，樟脑味，樟脑味，这就是提炼樟脑的。这是伊的树壳的味，树壳，对了，今日片无清楚，樟脑味，这都有啊，这都樟脑味，樟脑是樟脑，樟啊，拢会当，樟脑是樟脑，就当然了，啊，摕迄个樟后去提炼叫做樟脑啊，樟脑，这就是真正有迄樟脑的味，所以这樟树啊，伊
胖胖的，头拄仔有披着伊个樟脑味，所以伊就适合来做家具的，因为伊袂好通加，对。啊，过来我要介绍的是家当，伫个老树内底嘛有四大天王，就有榕树，再樟树、茄冬，再来枫香。家当伊的树皮啊，嘿，树皮是粗粗的无平，对。啊，但伊的树叶啊是，伊会使看卖边仔有锯齿状，一起对，边仔有锯齿状。啊，伊上头前啊，上头前有尖尖的。上头前尖尖的，嘿，对，跟他头毛安尼有无？跳一支安尼。上界底是的，就是伊安尼一撮一定有3片树叶啊。一撮就是3叶啦。哎呦，这3叶呢？3叶呢？讲3叶无？对。哎，这嘛3叶呢？对，这叫山猪副叶。你搁知影？你是要倒咱鸟啊，毋是树啊啦？你知影先济啊啦？哎，对，因为阮知影鸟啊的时阵，什么经济有什么鸟啊会去遐食。哎对。无树就无鸟，这嘛对啊，无树啊就无鸟。哎呀。所以伊的树叶啊，若是拍互大嘛会使泡茶来啉。哦，对。伊的树叶啊嘛会使来煮家当蒜头鸡。哎，人讲哎，蒜头鸡，有人咧奉上的家当蒜头鸡、素不辣鸡。哦哟。蒜头鸡，就是这只蒜头过来啊，无问题，该传好啊。哦，家当鸡咧，蒜头鸡有食过无？用家当蒜叶啊，头鸡有，但是家当蒜头鸡无呢。用家我用叶啊，冇食过家当叶啊煮。用叶啊落煮的。你看，我的今晚先甲你藏咧吼。伊这叶啊，真正是家当叶啊，有无？一起。啊，头前个尖尖。有一种很新鲜的鲜味，但是伊内底都无迄个咸啊，伊掺迄个姜落去，你若无讲，我会想讲伊是咧食迄个蛤蜊鸡汤呢。但是无，重点是你若是剥这叶啊，你是酸的呢。敢若脆尾是酸的对啦。敢若西瓜面的酸度，西瓜面的酸度。哎呦，会使，应该会使啦。哎，真诶有一个酸气，酸气搁淡薄涩涩。你讲的迄个西瓜面足对诶，有行。啊，搁有一寡敢若咱啉迄个红酒，迄个单宁，迄个涩味，涩。对。啊，你规碗食要了，你要搁无，我啉汤面。你啉汤面，我搞这个有啦，还搁一碗咧。我互你食无紧，好不要紧，但你闻得啦。喝汤哦，汤真的好喝，好喝，真的。赞。加一个鉴定的好喝啦。啊，即摆我要介绍的是台湾栾树，对，台湾栾树伊个叫四色树，对，因为伊有青叶啊时阵，啊，搁有伊开花时阵，伊开花是黄色的，就是即摆安尼，对，搁有伊结果的时阵是红色的，对，是红色的，搁有伊硕果的时阵，过来后一张，安尼是褐色的，所以。伊叫四色树是安尼，对，啊，伊还有一个叫美丽名叫做台湾金羽树。金啥物？金羽树，金色金，下雨的雨。金色的，对，因为伊开花的时阵是安尼啊，若是开花的时阵啊，你看会规片的，然后伊的黄花啊，伫咧树仔顶悬，所以伊叫金羽树安尼，对。啊，但是伊硕果的时阵啊，伊打起有。引来就侪糖诶，这种叫做红基园春象。哦，这我有看过。你第一甲录起，你讲伊叫啥物啊？红基园春象。春象啦，要倒伊看你知哦？迄个要为环东大道要去迄个忠烈祠，行喺步华边啊。我内底一排，内底迄个时机若到，季节若到，规片拢是这，每一张树啊卡拢全这。啊，还有另外一种叫做臭屁糖，这种叫做臭屁糖。这豆味的款的啦，对，也放臭屁。对，真正你伫伊的边啊有一个臭味啦，臭味。你若是看到的时阵，莫甲伊叮当，因为伊若是夹到的时阵，伊会喷出毒汁。哦。嘿，你的毒汁若是喷到你的手啊，你的手会起水泡。哎呦。对，真正但是足严重的，真正足疼的。爱说你，对，真正季节差不多到了啦，爱较细腻的，对，我会介绍到这，谢谢大家。好拜托，等下你等待再各物件来食。其实乌的吼，
伊先足少年，啊袂晓讲台语，但是伊真正太爱树啊，所以今仔日吼一定要来甲大家分享。足认真，真诶真诶足认真诶。我紧来点招啊，讲会出来。哎啊，讲会出来啊。树啊了，要来听鸟啊唱歌。好，大家来宾都正开始要来甲咱介绍咱厝边啊，甲咱即个公园内底所看到的鸟啊，吼啊，甲介绍一下，咱讲为啥伊叫这名啊？为啥伊有啥物习惯？吼，有啥物习性伫的？所以，即摆头一只就是讲要来介绍讲，咱即摆伫咱时常看会到的，伫咱台北市内底城市三宝内底之一的白头壳啊。白头翁，这只鸟叫做白头壳啊。为什么叫做白头壳啊呢？因为伊这头壳的后壁，这后壳啊所在，迄毛是白色的，叫白头壳啊。但是在花莲的所在，有一种鸟啊是乌头壳的哦，叫做乌头翁，迄甲咱鸟种无关。乌头壳啊，这个就叫做白头壳啊。啊，伊这叫声会巧克力，足好听的。阵早早时啊，因为阵开始伊要生炭。啊，伊叫声会足好听的，会叫到甲人甲巧克力安尼叫，有无？巧克力，有无？有听无？哦，伊的声音是足好听啊！恁若后摆有时间，我甲听一下。真的巧克力呢？嘿，嘿，啊，伊吼头着18公分高，18公分，头安尼，遮尔大只，安尼，嘿，啊，这咱大鸟，都市内底边仔内底拢看会到。啊！你甲看，伊上爱食就是拄啊，伊哩咱即个加冬小黑内底伊哩讲的加冬，就是加冬子。加冬子伊只当差不多开始咧熟的时阵，伊就足爱食。啊，无就敢若讲咱鸟情啊，雀龙，伊嘛是足爱食。即两种就是伊上爱食的物件。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介绍咱即个上湾都市城市内底三宝之一的，叫做饲猪仔鸟。饲猪啊，绿袖眼，绿袖眼哦。因为为什么叫做绿袖眼呢？为啥叫做绿袖眼呢？你要看伊目睭，这个白色的，敢若用绣的甲绣落去共款，所以叫做绿袖眼的原因就是安尼。够水。啊，咱台湾叫做饲猪啊，有两种讲法，就是讲咱敢若分迄拼啊笛子，迄个声音，伊的声音就敢若咱分笛子共款。啊，另外一个讲，伊的色就是甲咱。涂骹像青猪安尼共款，青苔啊只，青苔即有这两种的讲法吼，啊，这伊是安尼一只差不多11公分尔。啊，这细只。啊，即摆就是讲，伊吼，伊若伫春天的时阵，花开的时阵，伊食花蜜，是伊除了食细只糖、食细粒的果子了后，伊嘛会输迄个花蜜。哦，所以讲伊是咱台湾内底。真趣味的一种鸟啊！啊，透早伫咱即个厝边隔壁啊，树仔顶，你就会听到伊。有好听无？哦，敢若粪品啊，迄款声无？伊这较悬，对，很好听。啊，伊一阵来往遮8、9只、18只点样哩叫，足好听的。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咱这介绍咱，恁捌听过囡仔时阵讲，若戏讲咱。放假订婚讲无？对，就是这放假。哦，放假为啥叫放假呢？因为就是伊个颔骨啊所在有这乌白点的，这个乌白点这颔骨啊这个所在，所以讲伊叫做放假原因就是安尼。吼，而且放假渐渐的是讲伊比较上像以前就有啊，啊，即摆有另外一种放假渐渐要甲取代掉。吼，用这样叫做山放假。愈来愈多，啊！即摆是种这放假有较少去啊，啊！伊叫声是足好听的，我学恁听。咕咕咕咕！你若你讲啊，你听，一定拢听过。这就是放假你叫。咕咕咕咕！是定定听到。这就是伊。这真正有声呢。咕咕咕咕！安尼。你是放假本人。啊，我做人真可惜啦。啊，这只就是讲过来介绍这只比较上唔是咱台湾的鸟啊。哦。但是伊阵已经规划做咱台湾鸟啊。规划做本土种啊。这只咱叫做喜鹊。哦。啊，那喜鹊你若落台南啊，南部遐你甲讲喜鹊，无人知影。
遐叫做客教。客教，人客的客，人客的客。为怎样我叫做客教呢？这个有一个故事，差不多你清朝的这个，然后咱的时间差不多200多年前，有一个知府，伊要来咱台湾上任的时阵，伊按因这个福建遐，将因的故乡的这个喜鹊掠120只来台南放。所以因为伊来遮做客，所以讲伊做做客教。以前因为伊袂白过这个落水溪，为怎样话？因为以前落水溪真宽嘛，交通较无方便，所以讲伊咧南部。我80几年咧看遮我的时阵，这个客教真少，无介济。即摆渐渐愈来愈多。即摆伊啊，常常拢伫踮足悬的树仔顶做秀，所以讲伊的成功率足悬的。你甲看，伊的上悬的时，我都悬到头规公1公尺悬。伊会直贴将旧修直贴愈悬。咱以前有一句成语，你讲叫做鸠占鹊巢，对不对？就是讲迄鹰啊，会来占伊这树啊，占伊这树，因为伊拢做悬，做足大个，鹰啊拢爱用迄款大个树，你悬的所在，所以会占迄个树哦，占伊个树，就是这个哦。鸠占鹊巢的意思就是安尼啦。学对。因为伊是真雄的鸟啊。伊唔惊，比较上较雄啦，伊较唔惊这一般的鸟啊。所以讲，那一只老鹰啊来啊，是啥物啊鹰啊来，伊两只这喜鹊，伊就我都甲攻击。都改变，爱赢输，不一定，大部分会赢。细只的款，迄个双雀鹰伊就输伊啊。因为伊叫声就嘎，叫鸦雀的声音，伊的声音是较无遐好听的，嘎这款叫的声音啦吼。过来即只就是讲，一般咱差不多即阵你看拢看会到，即个叫做红嘴黑鹎，吼咱的一般的话叫做红喙鹎啦，吼。无就讲红喙乌手，伊头毛就歹呢。对，伊看红，敢若一个庞克头伫的，伊的马溜，伊的身尾是小可白白，但是就是讲，伊的喙甲伊的骹是红色的。伊的球的嘛红色的。伊的喙甲伊的骹是红色的。这有一个故事哩。这布农族内底啊，有一个故事，讲因对这个红喙鹎啊，是足尊重的，足尊敬的。因讲做是种圣教来哩。供奉来你尊敬伊，为怎样呢？布农族内底因拄着淹大水，这个因的族民大家拢紧迁移去走，忽然间，这个酋长袂记将因的火种摕出来，无法度要安怎？伊就叫乌鸦来摕，乌鸦来半路看遮尔危险无去，若叫象池来摕，象池也毋敢来摕，尾下就是讲，这个红喙鹎来讲好，我来去摕。伊怎沿路甲加来，喙因为去加火种嘛，喙去烫伤了，红变红去，去用骹落捏，骹落变红的，所以讲伊怎将火种来隔转来，所以讲伊的头毛再烧一个变红过头，伊将佮烧甲变乌去，所以讲布农族因的族民对伊是足尊重的，袂使甲掠的哦，袂使甲拍的哦，你若拍你就伤害着，这是布农族内底。对伊来讲是种因的圣教就对了，圣教圣鸟，伊差不多离20公分左右安尼尔，安尼，这是种这个红喙乌手，伊是有一部就是讲，阮一般来讲叫做红喙嘉玲，嘉玲的意思就是讲伊足好讲话，它有好几种声音，也叽叽喳喳叽叽喳喳，或者是小气鬼，小气鬼，小气鬼，还有一个声音，咩。好像羊，好像猫咪在叫。哎呦，真的。好，来过来。这较熟悉啊。这只你捌看无？伫你身躯顶啊嘛有一只是毋是？这条就是我一只。台湾蓝雀。伊就是本人。本人，这只叫做长尾山牛啊。长尾山。伊头都有64公分长。伊的骹、喙拢红的，目睭这黄的，香菇是宝蓝色。头壳是乌的，你也知影，伊是咱台湾的第一种，咱台湾敢有票选是咱台北市的市鸟，市鸟，市鸟，这市代表，伊是一只真，甲迄个喜鹊共款，伊嘛是真歹真雄的鸟啊。那开始你饲鸟仔囝的时阵，尽量莫去挖去伊的食料防护伊，是安怎讲？伊会甲你攻击，伊敢若乌手共款甲你顶，甲你顶。
那伊若离啊，你看的，你都唔通去管，你就来去管，你唔通。你捌去定过？伊这咁拍你的头，拍，会甲你拍规张，伸你的头，你甲你伸。我这有甲伊渗透过。捌去互渗透过？有影吗？我这有伊住伫大湖公园尔。哦，遐足多。足多，啊，足歹呢。足歹。这足惊呢。爱啥那叫渗透？伊就是去开伊的车尔，伊就过来啊。无啦，伊迄阵啊，就是你附近有夜收，如果你饲鸟仔囝，饲鸟仔囝的时阵，才会甲你拍。啊，伊若你不能啊，搁袂饲鸟仔囝的时阵，伊就会。有可能就伫遐。伊若有收猪的，你就较注意的。啊，伊上爱食就是爱食这水果，所以讲有一段期间，吼，所以咱这山顶这个果农啊，足气的，拢会较食啦，一空啊一寡。啊，因为伊叫做长尾田啦嘛，一面来咯8、9只10外只，啊，甲你安尼食，迄个柑仔啦，也是这个木瓜，甲你顶啊一空，伊袂甲你食了，伊甲你顶一空。因为它的成长足紧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叫做收边的帮手，伊就讲伊咧饲囝的时阵，伊以前的兄弟姊妹故意固金会转来甲斗饲。哦，所以讲伊有法度将伊的囝饲啊足侪，拢有法度饲大汉。啊，毋着逐只拢食到甲你平巷恁。这我唔知影啦，无行啦，你袂晓这行。你唔能定要笑我大哭啦。我这个是讲上，我讲你大哭，你奇怪。这叫做草编帮手，因为有这款习性。哦，啊，过来这只叫做五色鸟。五色鸟，五色鸟有红黄蓝绿黑啦，吼。啊，伊咱台湾话叫做黑熊鸟。黑熊鸟。啊，有人讲叫做花和尚，因为规身躯花红红的花溜溜嘛，叫做花和尚。为啥要叫做和尚鸟呢？因为伊吼，伊的叫声，敢若你敲木鱼的，咕咕咕咕咕咕咕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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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咕咕咕咕咕咕咕，有无？这就是伊哦。这就是伊的声。所以讲，因为伊敢若敲木鱼的，阮就叫和尚鸟原因。吼，啊，伊是咱台湾的特有种，本来离10多年前迄阵啊，也毋是。尾啊，因为咱即个鉴定了后，伊甲鉴定讲哦，是咱台湾的特有种。伊吼，就敢若咱即个树医生啄木鸟共款，伊是你挖树仔坑来饲卵的。我记哦，旧年的时阵有一段日子啊，明星社区的面册顶悬，大家拢在讨论，因为。遐大家拢遐翕相，对不对？拢伫咧翕，拢会回报说啊哪一段能看到伊，大家很轰动才照出来。是啊，而且饲鸟仔囝，足侪人会去翕伊，但是只就是讲吼，符合咱遮即个看鸟啊，甲即个翕鸟仔的人吼，那拄到即鸟啊，拄要咧捕卵啦，啊去饲囝的时阵，希望莫受去挖去啊干扰啦，因为往时啊，鸟啊吼，若看了伤侪人的时阵，有时候伊会。放这树，甲放掉去，吼，叫做弃巢啊！伊的鸟仔囝就无爱甲饲，伊放互伊死去。所以讲，那当你饲鸟啊啦，当这段期间，差不多5个、4个、5个这段期间，鸟啊当你繁殖的时阵，希望咱这看鸟啊，甲这个翕相的人，希望莫去干扰这鸟啊。这是我看鸟的人一个大大的这呼吁。哇！我嘛要来加分一个。啊，加分一个，你啥物加分题？他拄仔是讲7种尔对无？但是咱即个采购其实参加这看鸟的协会足侪年啊，所以有足侪这种报票。哦，伊内底就是有各式各种的鸟啊，会使互恁看卖。霹雳鸟，霹雳鸟，这只是阮的啦，阮迄个吃枭啦。来，伊算是麻叶。伊老鹰的一种，老鹰的一种，这是麻叶，这只是麻叶，嘿，这只是老鹰。伊这就是全部台湾足侪奇怪的鸟啊，甚至嘛有外国的。使互大家看。老师，这毋是鸟啊呢？啊，而且蝴蝶啦，蝴蝶啦，迄是鸟啊的食物啦。无啦，蝴蝶呀。啊，老师，你看安尼几百种的鸟啊吼。那好，你选一只鸟啊，你上喜的。我上喜的。你上喜的一种鸟。我是上喜的吼，我爱选2只，因为选2只。头一只是安怎呢？因为就是这只翠鸟。第一只翠鸟。翠鸟，就是这。另外一只，我来讲，我是上爱迄只咱台湾的迄只
那个林雕，林雕，迄只是有足水的水，嘿，迄只就是林啊，就雕。规只安尼乌都会水。啊，因为吼，伊是只老，伊是属鹰啊，伊伫空中你飞的时阵，拢免叮当哦，啊，空中啊，伫咧盘旋。我同你讲，我足介意这鹰啊，对不对？阮兜遐嘛有看有鹰啊，我定定嘛是安看鹰啊咧飞，我感觉阮兜伫仙鸡岩。啊，景美哦，景美遐。啊，你看到大冠鹫？对。啊！对，这只就是大冠鹫，华鹰。我嘛有去屏东去观落鹰。你有去看落鹰？关落鹰，南落鹰啊！你有去看鹰啊？有啊，跟他载歌听舞尔呢。哎呀，可以讲是那你以为去看阿妈？每年的10月，我已经连续刷3年，拢去这个满洲啦，满洲看落鹰。落鹰啊，真的，那个不是南落鹰是离那块的啦，离中华哈。啊，迄叫啥？咱这是上关灰面鹫啦，上关灰面鹫，甲国庆鸟啦，甲赤腹鹰啦。我要讲者，因为我载个讲落吼，阮加分咧就无机会啊。叫恁怪气，拜托真的，恁遮讲啥物教呢？来拼一个。头拄仔大家有食有摕啊嘛，对无？对。吼，甲你讲，阮除了这个一个加分，不过这加分，离我算较有一寡威胁啦，因为危险票。危险可能有，因为你有体验过啊，都是去甲吊起来。哎，要搞阮载个吊起来吗？好，来，绝对搞。哎呦，我绝对不行，你绝对不行，我绝对不行。你啥不行？第一个，我心力有点不准。阿伯，我甲你讲，咱先来背看卖啊。背看咱先来背看卖，好不？来。我想讲，迄若是无要跟阮去调吼，伊就来，你甲大家教讲吼，爱安那爬树啊。是。再过来。哎呦，爱你穿起来了。安全上重要。对，安全上重要。啊，其实我爬去顶悬的时阵啊，边仔人会较边仔咧。好，对。来，咱较边仔，咱较边仔。设计伊要教咱安那爬树啊哦。爬树啊，爬树啊有就多方法的。嘿，小坐落来，啊先坐落来。嘿，对。啊，过来遮有一条出生。红色的，好啊，就卡带入去。阮载个嘛知影，伊讲用卡刀，对，爱打起后啊，接，然后脚用力之后，这个往上推，是安尼一个，对，一步安尼往上诶，要用卡打落对吧？够有核心啦，你要提起，规个人提起你才好，对吧？哎呦，然后往上就安尼，就一步一步往上这样。啊，若背骨了会变成正骹较粗哦。你讲一定正骹。其实阮爬的时阵是安尼。哦，用叶的啦。叶的咧。哇。用卡安尼。哦，你都无用红色迄条。对。无。做啦咧。伊就是小，你讲夹一遍，你讲夹一遍。用卡。哦。哎呦。安尼较紧是毋是？对，安尼较紧啊。若是你摕这个要。一步安尼上慢呢，对。哎呦，这招较帅哦。哎呀，缘投足多，比人啥物不可能，那有较好看的哦。你咧讲啥？都有较好看，你甲我穿咧。来，你先穿啊。我爬较紧。好，来。哦。哎，跑车吹了，哎。啊，你甲我穿着。哎呦，我甲你讲，台湾吼是。无几个节目会使伫咧领棚内底吼爬树啊，是。我拄则看你遮用叶的，敢若足厉害的。足怕的啊！我看敢若叶无啥气。你去看卖，看应该会使改变无？所以这条嘛，对，拉嘛，推往上推。哦，会晓拉嘛，推往上推。这里。然后再来，我要用脚勾这一个嘛。对，来，看你卡来嘛。不是，不是，左脚习惯，右脚习惯。他都习惯，都习惯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人客啊，来自中华，脚踏车骑3年以上，号称小腿比头还大的男人，都是咱的谢兴哦。哎呦，你会使。Mission Impossible。你哇！会使。对，老师摄影棚内底从来唔捌看过爬山啊，对无？你嘛唔捌看过摄影棚内底赏鸟的，我赏鸟者，
当然啊。这你来投票啊！你来投。这我来投。没有对啊，这两个落山呢。你考虑一下哦，这关系到你会使来无？哦，咱你若是无投运，卖可以卖。袂使抢啊，袂使抢啊！来，袂使抢啊，袂使抢啊！来投票啊！来投票来。这1号是啥货啊？1号是你即摆伫遮的。1号是乌的啦，2号是来过啦，2号是鸟啊，再讲。考虑一下啦，要回来无啦？来，准备好未？好来。1、 2、 3。兄弟1號，我买好伊落来，你讲为啥？来，老师不简单呢。为什么你们？因为像我真正袂晓讲话啊，只要上无会晓唱歌啊。再个买出关的。总算有一个会使帮像我讲话，对无？你无投要投啥？对，我嘛是安尼感觉。对嘛？是。你是毋是最忝啊？我足喘的。但是我讲真正，咱今仔日吼，咱伫个摄影棚内底会使爬这，咱要感谢这专业人员。对，感谢啊！咱专业人士刘氏一小刘。对。专业人士，谢谢，感谢两位导师真心，谢谢，谢谢，听我拢爱看。